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35篇9至10節，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，靠他的救恩高興。我的骨頭都要說：耶和華，誰能像你，救護困苦人，脫離那比他強壯的，救護困苦窮乏人，脫離那搶奪他的。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，靠他的救恩高興。我的骨頭都要說：耶和華，誰能像你，救護困苦人，脫離那比他強壯的，救護困苦窮乏人，脫離那搶奪他的。當我哋面對困境嘅時候，神嘅話語賜予我哋力量，幫助我哋去選擇倚靠神而快樂，倚靠神嘅救恩而高興，仍然相信神會拯救我哋脫離一切嘅患難。聖靈藉着神嘅話語，又提醒我哋要帶着信心同埋感恩嚟禱告，繼續仰望神嘅信實，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